叔叔，我去帮您打下手吧。好，打什么下手啊？你别谦虚了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你的手艺。爸，那个来者是客嘛，你怎么能让客人做饭呢？就是啊，你客？你是客人吗？你要是把自己当客人，就没有成为一家人的诚意了啊！我试试吧，叔叔。厨房在那儿。好。加油！真是没有想到啊，他居然会做菜，我都不知道。雕虫小技，华而不实。做菜好不好得尝味道。回屋。干嘛呀？哎呀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跟你说你爱女婿的事儿。哦啊！哎呀，开门，开门呐！我洗洗菜什么的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洗什么？我洗就可以了，出去休息吧。他们老赶我呀。因为你爸要我懂规矩，守分寸。你离我远点。我不。别闹，我听话，快别闹。啊！哎，听话，快出去，出去看电视啊！快，哎，快去看电视。我不想看电视，我想帮你。听话，嗯，快去，快去，去。这也是我们的3个亲人同时威胁了他的3个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威胁他。他们其实想劝他做自己。但是在他的性世界里面啊，他自己觉得自己的秘密被人知道。你的小可爱又回来了。我数1、2、3，放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说不放就不放。到底怎样你才不捣乱？你让我留在这帮你。那你离我远点。别动啊！